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高早，感谢上帝恩典，搁一摆引带咱，互咱平安经过一礼拜，咱会当搁做伙踮伫线顶，咱要做伙来敬拜上帝。啊，搁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所以踮伫这段时间是咱备办心的时刻，也是咱牧师搁一摆提醒咱会当继续将咱礼拜的连结分享给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如果你若是也未订阅咱的频道的嘛，请你会当踮伫遮搁一摆提醒你，请你会当起订阅。啊，搁来订阅了后，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了后，你就会收到通知。只要以后有直播的消息，你就会收到通知。啊，会记你踮伫影片顶面来起赞。起赞了后，你会当分享。现在你会当分享，将咱礼拜的连结分享到伫什么所在？咱会当分享到伫咱的 Facebook。通过 Facebook， 咱会当互侪人看到讲咱礼拜准备要开始，以及咱会当用 Line 的方式，分享到伫咱兄弟姊妹伊的手中。所以伫这段时间，咱会当有这几个动作，咱彼此来分享，也缀着琴的声音，咱要做伙备办心，啊，阁有差不多6-7分钟的时间，咱要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所以礼拜要开始进前，牧师阁一摆邀请你，会当甲咱同齐来祈祷，备办咱的心。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引带阮，互阮每一个礼拜，阮会当踮伫线顶，阮同齐敬拜。主，愿你的神临在踮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顾守阮、保守阮，互阮日日拢通领受对你遐来的平安。主，阮阁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愿你安静阮逐人的心，也愿你帮助阮，互阮通过分享的动作，将祝福也继续带到每一个所在。愿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好，请咱备办心，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
OK 嘛吼。好，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来做今日早起的敬拜。耶和华讲：为我知，我为因安排计划，我所计划的毋是灾厄，而是欢迎。我要互恁有充满愿望的未来。直接，咱三个来吟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我
这是咱用四读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修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伫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母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来看一节圣经记载的启文第2篇，也是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褻渎者的位。这款人真有福气。伊爱无上主的律法，每日熏读伊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草坑，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伫义人的会中，侪人徛袂了，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伫看顾。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旨意关过阮所通可想象的。你丰富的智慧甲财物真难测度。你互即次肺炎的病毒，互阮知，阮的对敌是伫倒落。你伫阮无知的时阵，为阮闪开凶恶，保护阮所踮的国家台湾。伫阮失去国际顶悬的能见度时阵，阮为即个拍拼偌济时日，拢无高效。但是你将来无袂记得，阮即群伫拍拼的人，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你互台湾兴起发出光。嘛感谢主，你咧看顾阮到今仔日，愿阮会当甲主同工，甲政府政策合作，伫即个疫情中间，教会也会当尽责任，无叫你受顶的百姓来受损。嘛愿有辛苦病痛的求主伫人民医治、看顾甲帮助因的心灵得到勇健。希望阮的上帝，搁较求你甲阮的牧者中集敬拜甲影音团的团队，甲所有服侍同工同在，互录影播出的时阵的过程的中间，有你大能的帮助，祝福伫每一个过程中间会得顺利。佮恳求主也有庇每一位会友的心，无论阮身伫什么款所在咧敬拜你，愿圣神大大运行伫整个礼拜中，互教会兄弟姊妹，因为即次疫情的中间所带来无方便，得较通友近甲你的关系，也通伫阮独处
安静的时阵来拄着你，享受甲你同在的喜乐。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看2节，上帝家己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下卷第1节，第6章第1节到第5节。大卫聚集以色列中所敬的3万人，大卫起身，带对伊的众百姓，对别的犹大去，要对遐讲上帝约归来。这个规个名是用坐伫2个基路兵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来称的。因为上帝规伫新的车，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载出来。阿比拿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个新车，因将伊甲上帝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载出来。阿希约行伫柜的头前，大卫甲以色列全家伫耶和华的面前，用清茶所做逐号的乐器，琴、瑟、铃锣鼓、大鼓、钹来做甲跳舞。咱第2位是所看是第12节甲19节。有人甲大卫王讲：耶和华因为上帝的规束缚伫俄别以东的家，甲囝仔属伫伊的，大卫就去欢喜将上帝的规对俄别以东的厝到大卫的城，跟耶和华的规个人行6步，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尽力跳舞。大卫下右地仔步会依服着，安尼大卫甲以色列全家将耶和华的规起来，出欢喜的声奔扫角。耶和华的规入大卫的城，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门看，看见大卫坐起来跳舞，伫耶和华的面前，心就看见伊，因将耶和华的规入去，下伫伊的所在，就是大卫所为伊大宝瓶。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献烧祭甲谢恩祭。大卫献烧祭甲谢恩祭明白，就用万军耶和华的名，甲百姓祝福。搁伫遐的众百姓，就是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分互伊一块饼、一块肉、一个葡萄干。众百姓就去，逐人转去因的厝，愿上帝束缚伫伊家己的话，
今仔日老牧师所带来是跨出脚步，欢喜敬拜。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搁一摆踮伫主日的清早，咱踮伫线顶同齐敬拜，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搁一摆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疼，因为你用你的疼围绕阮、保护阮，互阮虽然踮伫疫情的中间，总是阮由愿领受对你来的福气。愿主你将你的话刻条点伫阮逐人的心，也帮助阮，互阮认捌你，帮助阮，互阮勇敢踏出向前的脚步。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伫这礼拜中间，我想大家人拢真关心的，就是可能咱的三级警戒对7月12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当然，咱看到咱的政府已经宣布。咱的政府宣布讲，目前3级警戒要对7月12延到7月26，但是对这产业来讲，伊开始有放较松一寡限制。大家人对这项事有无共款的想法？有的人是欢喜，有的人嘛非常的紧张，因为对这个所谓的微解封，其实大家人永远是烦恼的。到底咱会陷入一个什么款的处境？啊，当然也有人会欢喜讲哦，总算冻遮久啊，会当减菜，会有一寡较轻松的一寡生活呗，会当较恢复过去的生活也呗。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想法，每一个人也有无共款对这项事的观点，总是咱也定心来想。到底伫疫情的中间，这项事互咱学习什么？疫情的中间，如果是一个疫情要帮助咱，互咱要继续行往未来，安尼，咱要行往未来的这个过程中间，咱会当有啥物款的学习？今仔日咱要对这段圣经中间来学习，撒母耳下卷第6章，伊接伫一个真重要的事件了后，迄就是大卫正做以色列的王。当大卫正做以色列的王了后，伊甲耶路撒冷摕落来，将耶路撒冷城摕落来了后，甲伊称作大卫城。圣经第5章甲咱讲，伊一日比一日搁较勇壮，搁较勇壮，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耶和华甲伊三同在。所以，踮伫这个时刻是大卫行往一个政治势力的上悬点。大卫踮伫一个政治势力的上悬点了后，搁煞来，伊嘛要继续向前行，要继续向前行，伊要做一件真重要的事，迄就是伊决定要去甲30年前互非利士人提起的约柜，甲伊重新运转来伫耶路撒冷城，这个动作咧代表讲，伊毋但要行往一个政治的高峰，另外一项真重要的事是，伊嘛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一项事：约柜的同在，迄是代表上帝的显现。若毋是上帝的显现，咱无法度徛在踮伫这个所在。所以这要出去，伊带足侪人出去，然后嘛开始欢喜。开始懊恼这件事，因欢喜喜要将约柜运到转来踮伫耶路撒冷城。大家人欢喜，大家人咧敬拜，总是伫半路因意外拄着意外。伫半路拄着什么款的意外呢？有一个祭司乌撒，伊负责要运约柜的工作，所以因将约柜放伫倒路。因将约柜放伫一只新的车，这只车牛伫头前咧运这只运约柜咧向前咧行的时阵，忽然间，迄只牛发生什么代志？迄只牛敢若要跋倒啊！迄只牛要跋倒，所以约柜要对车的顶悬落落来的时阵，这个祭司乌撒去换这个约柜，
为着要避免约柜落落来涂骹，但是主上帝因为即件代志大无欢喜，为着即件代志大无欢喜，伫现场伊就胎死乌杀。这个意外发生伫一个真欢喜的敬拜的中啊！原本是一条欢欢喜喜要敬拜、要登去到耶路撒冷城的路，结果踮伫中啊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大卫开始丢毒，大卫嘛开始咧想过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伊无法度了解，伊嘛无法度唔敢继续原本的动作，因为伊嘛惊讲，敢会我这个动作有出问题吗？敢会我将约柜带转来伫耶路撒冷城了后，我嘛会拄着歹代嘛？所以大卫将约柜放伫半路，然后转来家己的城了后，伊开始咧想，国帅到底应该要安怎行？这个计划整整停3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停了3个月，约柜到底有啥物特别的？约柜内底放3个物件，放啥物物件呢？约柜内面伊放的是摩西对西奈山落来了后交互众人的迄个石板，甲上帝律约的石板。第二个是以色列人踮伫旷野所食的玛纳，因有摕一罐也放伫约柜的内面。过来，阁有阿伦所摕的迄支木杖已经发芽。这3项事咧提醒以色列人一件真重要的事，就是上帝踮伫因中间咧工作，爱纪念上帝的工作，也要提醒以色列人重新回去想过去咱捌经验过的一切。总是因为中央发生这件事了后，大卫开始丢毒，大卫开始咧想，敢会是约柜会带来什么款的歹代吧？其实约柜本身无什么特别的能力，约柜是一个纪念上帝踮伫以色列中间所行的事，伊是一个纪念尔。但是因为发生歹代，所以所有代志停伫遐，大卫嘛开始毋知影要安怎办，就足停3个月的时间。伊停3个月，咱对疫情爆发到现在嘛，停差不多准备要2个月啊。伫2个月这段时间以来，毋知影你安怎想咧？毋知影对你来讲，你感觉最近的生活过了安怎？有的人感觉真欢喜，有的人嘛开始咧期待，赶紧疫情过，我会当转来到伫原本的生活业未？毋那是咱家己咧想，教会嘛咧想这个问题，各团体嘛咧想这个问题。教会开始咧关心，对顶礼拜有开始讲看起来宗教的场所会当小可较放松的所以教会嘛开始紧张，开始咧想所以咱要用什么款的计划？咱一直咧想一件事，我要赶紧转到原本的运作。其实对咱每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每一个团体也同款，赶紧想要转到原本的工作，转到原本一切照我所想的运作。但是，虽然咱想要安尼行，咱嘛犹原咧烦恼啥物？咱嘛犹原咧烦恼，敢会所有的围解封了后，所有的问题佫重新佫走出来，所有的困难佫全部拢走出来，颠倒佫互咱无法度遮尔紧恢复。咱永远咧会记哩一件事：未来无论是1个月后、2个月后，还是明年，未来莫想要恢复。咱面对未来的时阵，莫一直想要恢复原本的运作，莫一直咧想讲敢会当照阮原本安怎咧运作，就照安尼就好啊。咱需要停落来想，疫情敢会是上帝互咱一个真特殊的机会，互咱停落来好好去想，我的未来毋是转到原本的运作。我的未来是我必须爱跟对上帝开始行往一个新的方向，无一直想要转去过去，
但是过去一切运作模式已经失效啊，伫拄着疫情了后已经失效啊。咱怎样要继续向头前行呢？甚至伫面对迄个失效的过程，也另外是上帝互咱知，咱可能需要改变啊。伫过去，咱一直倚靠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气力，想要去安排一切。但是现在，咱需要改变，咱需要开始去想，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教会重要的事？什么是团契重要的事？什么是每一个工作重要的事？什么是我生活中间上界重要的事？然后抓掉迄个重要的事了后，咱开始学习做出改变吧。大家人拢会问，伫读这段圣经的时阵，会讨论乌撒到底为什么会死？你看伫遐咧运行啊。约柜要落落来，伸手去看，敢毋是一个真正常的动作吗？大家人拢会讨论这件代志，为什么伊会死？其实咱伫咧讨论的过程中间，咱会袂记哩一项事。其实圣经足清楚讲伊为什么会死啊？因用什么物件咧运送约柜？因用一台新的牛车咧运送约柜，这项事，这个动作是对来的，这个发明是对非利士人遐来的。啊，若是照摩西的律法，应该安怎运送约柜？是爱利未人摕迄个长长的木棍，穿过约柜顶悬的迄个环，然后两个人踮伫遐咧压约柜。头前来行，所以乌撒跌入这件事的中间，伊犯了一个上大的错误是啥物？人用家己的想法，想要敲找有效率，想要敲找有省力的方法来运送约柜，所以踮伫这项事，上帝大无欢喜。无论是乌撒也是大卫王，因一直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掌握一切，靠家己的想法去计划一切，互一切事会当足顺遂，互一切事会当非常有效率，互一切事会当愈来愈省力。因踮伫遮咧欢喜敬拜，因踮伫这条路顶面欢喜敬拜，恁有发现无？这个敬拜恐惊是毋着焦点啊！这个敬拜。本来应该是欢欢喜喜要去迎接约柜，这个时刻是欢欢喜喜要敬拜上帝的时，总是当因用毋对的方法咧向前的时阵，颠倒是咧彰显人的荣耀。因开始用家己的想法要计划一切，开始用家己的想法想要讲我是一个厉害的人，我是用较巧，我用较有效率的方法要行一切。那亲像现在的咱一定想要用足侪方法，要恢复到伫原本的生活，恢复到伫原本的运作，煞袂记哩问一项足重要的事：上帝到底要怎样踮伫现在？踮伫现在这个改变的时刻，踮伫这个困难的时刻，要带咱行向未来。如果咱的讨论、咱的思考，无将上帝放伫故事的中心，放伫咱生命的中心，恐惊咱找袂到行向未来的路。所以，因为这件事，大卫听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大卫一直咧思考。大卫将约柜放伫迄个其他的所在的时阵，慢慢伊看到讲约柜踮伫迄个所在，煞真做迄个所在的祝福。现在大卫必须重新爱做一个选择，我要继续原本的动作，但是即摆的继续，我爱改变我家己，我爱有一个新的眼光，我爱有一个新的焦点。所以最后伊决定要继续这个路站，要继续将约柜带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所以，搁一摆出去，搁一摆要转来的时阵，咱看到大卫欢欢喜喜咧敬拜，欢欢喜喜咧跳舞，学到上帝的时阵，
即摆的敬拜，即摆的学老，甲进前是完全无共款的。进前是闹热，进前是一直咧闹热咧学老的时阵，但是焦点是放伫人，焦点放伫人的想法，焦点放伫人的眼光。但是现在伊无个共款，现在伊无个共款是生命唯一的焦点是上帝。即摆转来，伊欢欢喜喜咧跳舞，欢欢喜喜咧敬拜，因为伊咧回应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然后这也成做一个重要的纪念，重新纪念我捌行过的路站，重新纪念我怎样对一个平凡的故乡的囡仔，成做现在以色列的王，然后要带以色列行往未来。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敬拜。对咱来讲，咱也一直咧听候这件事。咱就一直咧学习这件事，咱会想要用家己的方法，讲看会当赶紧恢复，看会当用正常的运作，也是足想要将咱手内底无想要派的责任担互别人无。但是咱伫疫情的中间，需要搁一摆学习。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踮伫我的生命中间，不断纪念上帝的行动。我需要不断纪念上帝的行动，然后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怎样带我经过一切。所以大笔才会讲，一天比一天搁较臃肿，一天搁比一天搁较臃肿。亲像咱踮礼拜三有讲到，迄是一个骹步会当大了搁较大，然后生命的容量会当愈来愈济，步伐更大。容量更大，大笔纪念上帝的行动是踮伫每一个阶段，带咱要迈向一个更较大的境界，毋是困伫过去，毋是互眼前的困难就束缚踮伫遐。我想踮伫疫情中间，咱也不断咧学习这个功课。拄好踮伫这个礼拜中间，我收到两个少年人。有两个少年人，伊寄互我因的迄个硕士论文，因寄互我这两本因的硕士论文。啊，这本论文是圣学院的迄个毕业的论文。伊咧纪念，应该是讲伊咧采访过去我踮伫东部服侍的经验，然后伊要用一个角度来讨论。伊用一个角度是对媒体公关的角度来讨论。教会宣教的事工，我真认真，因为伊来采访我，所以我就认真甲这本读了以后，我问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问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以你做这个研究了后，你得到什么款上大的学习？这个青年人甲我讲，伊得到一个上大的学习是，每一个人去到伫教会了后。听到教会的故事了后，拢会当家己讲出这个故事是啥物。就是每一个人去参观教会，也是了解教会宣教故事了后，家己转去，拢会当重新搁讲一摆。伊讲这是上强的媒体公关，媒体踮伫现在上强的迄个媒体行销策略就是安尼，每一个人会当讲家己的故事。所以检测这对咱来讲也是共款啊。咱踮伫教会中间，咱怎样讲教会故事？怎样会当踮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拄着困难的时阵，因为上帝的行动，咱会当搁讲，咱会当搁讲我家己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踮伫教会，我怎样讲教会的故事？所以我讲这是一个纪念。这是一个什么款的纪念？纪念上帝踮伫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要继续踮伫咱生命中间行动的纪念。无有这个纪念，咱无法度欢喜献上咱的敬拜。第二本的论文是这是师大的社会教育系的一个硕士论文。伊咧讨论讲道。甲教育理念的影响，因为作者嘛用
参考我足侪我踮伫讲道中间的观念，所以伊来找我讨论。啊，伫即个讨论的过程中间，我也咧问讲啊，所以你敢最后研究了后有啥物款的体会？伊讲上界重要的是，咱期待每一个追求上帝的人，来到伫教会中间会当听到一个是讲道的人，也是每一个追求上帝的人，甲圣经的话真认真伫遐对话，真认真亲像咧拔河共款。然后展现出来一个生命的见证，展现出来一个生命的行动，迄会当带人搁继续向头前行。咱有发现无？其实两个人拢咧讲同一件事，两个论文看起来是两本无共款的研究，但是因拢咧讲爱纪念上帝踮伫教会，上帝踮伫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所做一切。然后，迄会当帮助人踏出更较大的脚步，会当帮助人，会当有更较大生命的容量。迄就是上帝恩典，是上帝恩典带咱搁向前行。所以通过纪念，咱会当献上更较深的敬拜，咱会当献上亲像大笔共款，献上更较大的欢喜，更较大的懊恼。到伫上尾啊，我嘛看到因两人，如果你有写过论文，就知写论文绝对是一条辛苦的路。伫这条路顶面对一开始足孤单咧读册，啊，伫孤单咧读册的过程中间，也检测会拄到你生命中间所发生一切的事，无论是身体的状况，也是压力对教的影响。到伫上尾啊，当因的研究完成了后，会当欢欢喜喜讲。阮献上阮的敬拜，踮伫上帝的手中，将论文、将研究当作是一个因光上帝的纪念。踮伫现在疫情会影响咱，但是咱要怎样纪念呢？咱要怎样纪念？如果咱一直干那想讲啊，我只要恢复就好啊，我只要回到原本的运作就好啊。检测咱已经失去要纪念上帝行动的这个上界重要的焦点。上帝是带咱要搁向前行的，所以是纪念伫这个过程中间，也是对过去到现在，上帝怎样带咱？现在咱要踏搁较大的脚步，是行往未来，是行往改变，行往转变，然后确信。上帝确实甲咱每一个人伫地，大必将约柜运转来耶路撒冷，伊欢欢喜喜献上敬拜，迄是要纪念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要继续行水的工作。现在咱也咧听候，咱也一直咧祈祷，主相信阁无偌久，阮会当。赢过疫情的影响，但是阮赢过疫情的影响了后，是阮知上帝你要带阮行往一个更较光明的所在，行往一个更较深的所在，行往一个更较大的所在，阮的生命会得到开阔，阮会当踏更较大的脚步，因为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要带咱行往新的未来。咱要做伙来看这首我所写的诗，踏出脚步，欢喜敬拜。伫无意识中间，那亲像踮伫茫茫大海中，咱踮伫遐浮浮沉沉。无论咱的双手怎样伫遐咧握，拢摸袂着迄个边际到底伫倒落。无论咱的双脚怎样咧挣扎。拢踏袂着涂骹，一踏一，动啊动，咱永远找袂着到底迄个浮伫顶悬会插伫倒落，找无迄通互咱会当脱离即个困境。渐渐，咱的空间受到限制，咱的想象也受到捆绑。人人拢咧期待。
一个有为君王的出现，一个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会当引带众人行往光明的路途。迄日上主的约柜要调往圣城的路，人人咧欢呼，人人咧庆贺，足迫切期待会当赶紧到迄个所在。无想到讲牛失措，牛死失前蹄，祭司的死亡，哪亲像晴天霹雳，拍往受人拥戴的王，也拍往咱盲目军队的军将。反复咧陈述，搁一摆咧敲吹，原来是人的自以为促成灾难的临到，是人想要掌握一切捆绑性命的空间，互咱停伫遐，也一直咧丢除。咱敢会当踏出脚步，赢过内心的惊吓吗？敢会当搁一摆学习奉献，将所有的拢归伫上帝吗？光彩吸引人的追求，一直咧讲成功也是赢过一切，追求真浅的吸引力，拥有搁较济，拢无法度达到真正的满足，颠倒互人的心愈来愈受到尘封，受到限制，失去方向，失去容量，失去脚步，失去空间。愈抓准抓会牢，愈发现失去了搁较济。撩动人心的信息，咧讲的是愿望甲真实。这个愿望甲真实推动咱踏出解放的脚步，献上心灵甲真理的敬拜。咱会当搁一摆喊话。咱会当搁一摆跳舞，到伫时机成熟的迄日，咱总有一天会当搁讲，天顶地下拢要上赞上主的荣耀。咱会搁一摆上赞上主的荣耀，咱会踏出搁较大的脚步，咱会看见咱的生命也愈来愈开阔，咱会迈向一个新的未来。咱会迈向转变，咱袂是停伫过去，毋是一直想要恢复原本的生活，咱是要行往一个不断纪念上帝伫咱中间行动的过去、现在甲未来。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因为你无放杀阮，互阮踮伫任何的处境中间。阮拢咧学习，阮怎样将眼光完完全全放伫你。做伫阮一直想要恢复过去的生活时，你也搁一摆提醒阮，现在无搁共款，爱纪念上帝踮伫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工作。求你甲阮同行。互阮会当带着愿望甲真实，献上真实的敬拜，踏出搁较大的脚步，开阔生命的境界。互阮会当欢欢喜喜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主你的听，永远要甲阮同在。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今回应的诗，圣诗469首，上帝伟大奇妙大作为。上帝的伟大。
是咱为报答上帝所予咱恩典，咱三甲来奉献。伫咱疫情的中间，咱无法度人实体来到教会来做奉献、来聚会的时阵，咱嘛会当花时间来咱受造就教会来看看咧，先煞摕奉献伫上帝面前的礼金来到教会，交互干事来登记奉献伫教会的上帝厝来做录音。若无方便的，咱嘛会当用邮局的代号电话来伫即个所在，到邮局来做奉献。好，有请的迄个姊妹，大家平安。有几项事教会的事工继续踮伫遮来报告。因为咱目前延到7月26的3级警戒，所以目前咱教会的聚会嘛，有缘继续对政府的这个警戒讯息，咱会延到7月26，听后8月份，看咱会当有搁较松的一寡限制出现无？所以咱有缘千万毋通袂记，咱就照咱的时间，无论是亲子的礼拜、主日的礼拜，还是包括伫圣经学堂，咱也照咱的时间点伫线顶，咱要做伙来学习，也分享这个连结，会当互搁较侪咱的兄弟姊妹。所以这是过来这个拜三，咱包括伫圣经学堂所要读的圣经节，咱会当过一摆先备班。目前咱其他的消息嘛，请咱继续来追踪咱教会咱 Facebook 顶面有粉丝专页，也是咱教会 YouTube 频道。今仔日下晡1点。下晡1点，咱要召开中职会，所以咱要用 Google Meet 的方法来召开中职会。目前差不多12点45到50分，我就会将会议室先开咧。请咱的中职会当做伙来致意，到时会将这个连结来分享给咱。好，过来第3点，咱7月到9月新安宫的读经已经送到，所以你若还袂摕，欢迎你会当来到伫教会办公室来遮领取。所以以上我做遮的报告嘛，请咱虽然踮伫疫情的中间，有当时咱足想要来伫教会中间，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着这件事来祈祷，期待咱会当踮伫上帝的故事内面，咱拢得着平安。好，咱要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咱要吟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家星星。我的山已经我上天，尊名流传地高万世。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众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